EI 同學。接住落嚟12C 班會用2首歌為主來夢想同埋少王歌，嚟送俾天父同學校，藉此感謝天父同埋學校多年嘅愛以及栽培。每個人將來走嘅路雖然都會唔同，而每個人都會追尋神俾我哋嘅夢想，但係要記得主喺每一位同學嘅身邊，主係我哋嘅力量，並且會指引我哋一齊去為主發光發亮，將福音帶到身邊嘅每一位。是用重新回头了，升起了，早先的。
詩嘅同學。